歡迎收睇《樓市外望》，我係陳文賢。嗱，今集我哋嚟到檳城，唔少人都中意踩住單車咁玩。嗱，呢一帶海岸線咁靚啦，就係東北邊，叫做斯里丹容檳榔區。呢一區咧就係填海填出嚟㗎，都有唔少新盤落成。檳城分為兩個部分，有檳島同威省兩邊。早期檳島呢邊嘅島嶼種咗好多檳榔樹，所以檳城都有檳榔嶼呢個名。你睇，連周期亦都有棵檳榔樹㗎。成個檳城啦，面積就有1048平方公里，只係比香港細一啲。人口超過160萬，70%都係華人，到處都會見到中文。福建話咧喺度就好流行啦，講普通話或者係廣東話亦得，咁就好似一個華人社區咁。華人越多嘅地方咧，就係實越有錢嘅馬來西亞。因為嗰個州政府管理得好，亦都係嗰個叫做嗰個治安都做得好啊，所以好多有錢嘅華人咧，佢哋都會中意搬去嗰度咯。咁本身檳城個地其實好少㗎，因為佢好似香港㗎，佢70%咧都係山嚟㗎，佢中間就一個山，咁跟住好似香港島側邊就圍住就係一個陸地。咁陸地面積少之餘咧，其實喺佢嘅西邊咧都全部係啲榴蓮嘅一啲嘅種植場嚟㗎，南邊嘅就會係工廠為主。今集我哋參觀斯里丹容檳榔區嘅樓盤，係位於東北邊，定位係比較高尚嘅住宅區。檳城陽光充沛，就算客飯廳又大又長，只係得一邊窗啦，光線都照到全間屋。睇電視嘅距離闊落，就算放咗梳化，同電視櫃都相差2至3米咁遠。開放式廚房嘅部分有電磁爐、蒸爐、焗爐等，好多人食飯嘅話，仲有2個爐頭可以同時開動添。單位設計走平實而溫暖嘅風格，餐台同凳都係選用咗木材同埋大地色系。餐台燈呢就相對誇張啲啦。全屋有3間房，主人房幾乎全部係白色，嗱啲陽光照入屋啦，都幾殘眼噶。有木製嘅擺設，裝咗吊扇，睡床咧就圍住紗罩，好有熱帶風情啊！房入邊都有唔少嘅座椅，仲有個小偏廳添，方便3、5知己喺度傾偈。雖然冇咗個衣帽間，但係擺放衣物嘅位都唔少喎。主人套廁就裝咗古典風格嘅洗手盆同埋浴缸。另一間房都係以白色做主調，面積都唔細，放咗書台同埋大衣櫃，仲剩翻唔少地方㗎。呢個分層項目地下呢一層嘅特色戶啦，露台就好特別㗎，咁就係 U 字形咁圍住間屋嘅3邊。嗱，與其咧話佢係一個露台啦，更加似係一個平台花園啦，因為面積咧都有成1500尺咁大。單位總面積4272平方尺，賣緊478萬馬幣，相當於大約984萬港紙，平均每尺係賣緊2250幾蚊港紙。嚟到全年都係夏天嘅檳城，游水消暑當然係要事之一啦。所以屋苑嘅泳池唔單止夠大，仲有人造沙灘。由於呢一帶都係填海而嚟，發展商為咗居民起咗唔少商場同埋餐飲設施，即使住喺分層單位啦，都可以將遊艇泊喺呢度㗎。啱啱提到嘅斯里丹容檳榔區係檳城嘅豪宅區，但係對於香港人嚟講，價錢可以算係幾親民。分層啦，賣緊2000幾蚊港紙一尺，而呢啲一棟棟嘅排屋呢，原來尺價比分層仲要平喎。入屋行一轉先。呢間排屋最特別嘅係客廳側邊有個天井，入邊有個小魚池，亦都善用空間，做咗個懸浮喺半空嘅栽種區。沿住牆壁有唔少嘅攀藤植物。
嗱，排屋由於係同隔離戶相連啦，咁所以咧只係得前同後咧就有光線透到間屋入邊，咁採光度咧就爭啲啦。咁所以新型嘅排屋咧，發展商都特登加多咗個天井位置，令到更加多光線咧可以踏入到間屋。客廳好有小島風情，皆因有一幅油畫特色牆，畫咗檳榔樹同埋海。家具擺設都唔少有木嘅元素㗎。單位用咗中式嘅餐台。裝喺乾廚房嘅兩盞吊燈，似唔似買雞蛋嗰陣照嘅嗰啲燈呢？由飯廳行出去，後邊有個小花園。咦，唔係私家花園嚟嘅咩？嗱，你唔記得咗啦？講咗係排屋嘅戶型，花園部分都係同鄰舍共用㗎。間屋有3層高，設有電梯上落。上到1樓嘅客廳，感覺就比較後生啲。適合啲仔女同朋友喺度傾偈。主人房雖然冇太多盆栽，不過就有以樹為主題嘅床背板，帶啲自然氣息。書房亦都唔少得，設喺主人房入面。古典味濃，最適合喺度練習書法啦。再去埋房嘅另一邊睇睇。間浴室都幾大喎，面積有成200尺。由於發展商係做開酒店㗎，浴室嘅用具同埋酒店都好相似。呢一間一睇就知係客房啦，有2張單人床，仲有唔少空間俾客人擺放行李。哇，原來仲有人拎啲咁舊嘅行李箱㗎。行上一層，入到去啦，好多古典家私喎。時間就好似停留喺70、80年代嘅檳城。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城市，檳城並非浪得虛名。喺間房行出去係悠閒寫意嘅休息區，假日喺度飲下茶、種下花，為自己叉下電啦。住喺呢間屋，仲有一樣消閒活動可以選擇，有咁大嘅露天浴缸，唔係唔浸浴啩？排屋賣緊460萬馬幣，折合即係947萬港紙，以面積5226平方尺計，尺價係1813蚊港紙。呢一日，大馬拿督江悅虎同佢太太四出睇樓。佢係土生土長嘅檳城人，做貿易生意。7年前開始，佢就買檳城嘅排屋同埋獨立屋投資，至今已經擁有10幾間。咁賺得最多嗰間啦，比買入嗰陣樓價高咗2倍。每一年都在增長，所以說就是說每一次買都有賺錢，每一次買賺錢，所以說幾乎每一年都在買。我一開始投資，坦白講，有抱着最重要的一種心態，就是不要有風險，不要有風險，少賺一點無所謂。相比起同樣係東南亞旅遊島嶼嘅泰國布吉，江悅虎認為檳城喺金融同基建方面比較發達，買樓亦都有法律嘅保障。以我知道，普吉島的房價比檳城還貴，檳城市已經是一個城市了，馬來西亞第二大城市，因為它也是英國殖民地，也是跟香港、新加坡一樣，也是一種有比較完整的法律。所以說，作為一個投資者，我覺得法律上的問題是非常重要。最近有大約300名港人喺英國買到爛尾樓，涉及5個樓盤，位於英國嘅布拉德福德以及曼徹斯特，合共涉及金額達到1億5千萬港元。咁隔山買牛，當然唔好忽視風險因素啦。而馬來西亞發展商又對香港人投資者有咩忠告呢？ I think if it's a reputable developer, you tend to see less of this because they have to make sure that they deliver what they promise. So it comes back again to doing your homework. Every investor should do their homework. Look out for good, reputable developer. Again, I can't stress this enough. Understand the local scene before you invest your money. Yeah, so that you can avoid situations like this. 下一集帶你睇下好似積木咁嘅檳城向海獨立屋，每家每戶都有個遊艇泊位，遙望對面岸嘅威省，
喺私人泳池度游水，就好似喺大海中暢泳咁。